成個過程，同埋好似發咗場夢咁，就係起身我已經高清啦。因為我戴隱形眼鏡比較多，咁可能咧有時戴得耐會乾啦，同埋會有發炎嘅情況出現咯。咁所以就比較麻煩，同埋做運動又唔方便啦。咁有時可能你真係隱形眼鏡都會有機會跌出嚟。我發覺發炎嘅次數多咗，一年裏邊，以前可能一年一次或者唔會，但係而家可能一年有幾次，你要去睇專科。買好貴嘅藥去滴眼，咁不如做咗佢啦。一來係有朋友介紹啦，咁佢話喂，不如上嚟，同埋平過香港啦。咁我上嚟視察過一次，咁然之後我就哇，呢度仲即係比我想象中靚，似酒店啦，即係好似啲超級私家醫院咁樣。咁所以我就選擇係時候都要做呢個嘅眼科嘅療程啦。因為我做半飛秒噶嘛，咁變相其實個過程真係好快。我諗連埋滴麻藥啦，去唞一陣啦，15分鐘。咁上緊咯，個深刻印象就係好快成個過程，同埋好似發咗場夢咁，就係起身我已經高清啦，唔使再戴眼鏡啦。咁沖完涼就出門口啦，我仲可以戴好多唔同款式嘅平光眼鏡同太陽眼鏡出街，係啦，咁唔使顧住個 con， 同埋出埠做嘢啦，即係譬如我可能返內地或者去馬來西亞做嘢，我又唔使特登帶嗰啲護理液啦，帶 con 盒啦咁樣嘅，帶少好多嘢啊，肯定。